欢迎光临法拉第汽车，我是销售肖港路。来呀，速度就速度啊！杨帅哥，去饱了，去饱了是吧？这个半瓶鸭子这不要浪费啊！拿着带走和再掺上去哈。你们下午什么安排？哎呦，看车！哎呦，杨帅哥。你这个汉子吃啊，你都要点点酒哈！刚刚参加工作，马上给你买辆车。哎呦，准备开什么车？哎呦，法拉第是跑车啊！哦呦，这样，黄叔叔也抽得空的，等等陪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啊！擦了，欢迎光临法拉第汽车，我是销售肖港路。来，填写一下表格。请问各位有预约吗？我法拉第汽车是要提前72小时预约的。哎呦喂，现在怎么看车子还要预约？杨帅哥，来呀！你们预约过了？预约过了，姓杨。哟，干什么？这个表格是干什么东西啊？好的，杨先生，里面请。表格是一份调研报告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你们的购车预算、颜色偏好、驾驶偏好、家里车库的长宽高。喂，什么还车库的长宽高了？你是来卖我车子了，还是帮我装修这个车库了？是这样，我们法拉第呢是高端豪华品牌哦，我们需要极致的私人化的定制啊。请问你们今天是开什么车来呢？开什么车还要你管了？这门口这辆虎头奔白色的看见了？是门口那白色虎头奔是吧？非常的 old money， 一看就很老前锋了。那这样一会儿呢，我就不安排你们做验资了哈。咖啡呢也给你们3位冲好了。也不是呀，我还没讲完了呀。我们是虎头奔旁边那个3辆电动车、电瓶车啊，看见了？那虎头奔又不是我们的。哎呦，早说，浪费我感情，原来是最 low 的 Z 级客户。好吧，填完表格进来验资。哎呀，惨了！你这个肖港度真的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呢，真的。表格好了，拿去。咖啡要帮我冲好了，我们3个都等得嘴巴干了。好了是吧？Sorry 呀，我们 Z 类客户是不配享受我们法拉第的咖啡的。先进来验资吧。我们的验资标准是100万活期，或者提供房产证。黄叔叔，要不算了吧，好麻烦呀，还要验资什么的。我其实骑电瓶车也挺好的。哎呦来呀，你看到你是真个懂事气的。这个本来给那个真本的牙啥的。杨帅哥，你怎么这么懂事情的啦？黄叔叔真的喜欢你的，真的。就冲你今天这么懂事情，我跟你讲，黄叔叔今天这个面子一定要帮你挣回来。肖港都，你要验资是不啦？100万。10万1号拿着去验。1500万活期在里面。不过还有了，我卡多的是了，真的我们没钱了。我一看你们就是老前锋 old money， 老前锋就是低 Sherry 呀，你还愣在这边干什么？再去冲3杯咖啡给我的客户啊！我们看车，今天是这位帅哥买车对不对？一看你就言轻有为啊！我们这辆748法拉第定制跑车 V12 双涡轮增压引擎，748匹，怎么样？这个名字呢，奇奇怪怪，那么748。车是蛮帅，这个名字有点……杨帅哥，这辆748喜欢了。不，黄叔叔，要不真的算了吧？我这些车真的太贵了，而且也太张扬了，不太适合我。我觉得开我爸车也挺好的，他虽然老，但是真的有感情了。而且我觉得我爸的车是世界上最帅的车。帅哥，老车哪有我们的法拉第748帅呢？年轻就要开跑车。帅，小港哥，你不要吵。让杨帅哥说，让帅哥你去说。不买了，真的不买了。好的，那你就是说你对你爸爸那辆车有感情了还想开你爸爸那辆老车。来呀，你儿子是真的懂事情啊，真的雨情的呀，真的。杨帅哥，黄叔叔今天真的对你刮目相看啊。黄叔叔给你保证，你以后要看中哪辆车，黄叔叔一定赞助你，好吧？真的棒，真的棒。